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初5，箴言14章26到27节安尼讲：敬畏上主有坚固的倚靠，伊的囝儿有躲闪的所在。敬畏上主是活命的水泉，予人免陷落死亡的罗网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敬畏你，就坚固的倚靠，甲活命的水泉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你是古早、现在、直到永远的永在上帝。主啊！你的慈爱远过诸天，你的信息达到穹苍，你日日用恩典扶持阮，用怜悯慰慰阮，用永远的疼来疼阮。主啊，愿要感谢你，学罗你，愿荣光、尊贵、权能，拢归乎你无煞。主啊，当世界充满不安、试探、甲挑战的时，你的话提醒阮，真正的安全，毋是对财富、能力，也是人的帮衬，乃是对你来的。因为你是阮坚固的石盘，阮患难中及时的帮衬。主啊，愿要专心敬畏你，也将敬畏的心传承伫后代，互阮的家通得你的欢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